我係改鳳，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鳳，今日歡迎大家再過來到我哋暗上方法節目。今日嘅來賓其實當特別，因為我哋請到今日呢隻來賓，我先唔可以講佢係做乜嘅，我先稍個點一下，你當然去想想，佢其實應該咁樣講，佢人生行到呢下，經歷過200可能，而變成天使嘅過程。所以呢件事情可能就老一般人你做得行到呢係當無困樣嘅，咩因為咁樣一個當特別人生胡佑勝老師佢變成一隻玻璃琉璃咁樣嘅一種器皿嘅創作者所以古老師其實佢當謙虛講自己做嘅事情，某一天去創作。其實佢自己係玩家，你先一開始先邀請玻璃嘅玩家胡佑勝老師，然後你嘅觀眾朋友打下招呼。大家好，我係胡佑勝，我係做玻璃嘅搞玻璃嘅玩家。你講就算你就算你講唔係做乜我下次咧，當下次都要想嘛，解上嚟慢慢嚟解釋。聽到就講胡佑勝老師係搞玻璃嘅，你是想嚟講一件事情，家己冇辦法做定調你就講到底搞玻璃，然後做琉璃藝術，韓國用玻璃嚟做創作，呢件事情對胡老師嚟講，到底有乜嘅差別？因為當然你講琉璃到玻璃係強融，冇什麼不強融。其實玻璃是琉璃琉璃是玻璃，因為到中國古代一摸咧玻璃兩個形容詞，那種琉璃嘛，琉璃是中國的古稱。可是你講，我做玻璃創作、玻璃藝術，你就覺得，哎呦，你們窗玻璃器皿該當廉價，做玻璃嘅，做鋁門窗嘅。可是一般人你就講，我做琉璃創作，蠻貴重的，有價值性。市場也是當貴樣嘅。要是你做玻璃可能300-500個吧，你做琉璃3-5萬那樣，所以加一隻單位冇貴樣。那是一個名稱到價值性的問題嘛。我是從中國大陸嗰邊用玻璃做清朝㗎用料器，玻璃用料器，料器工藝師是玻璃工藝師，中國古稱就當名稱啦。然後來也因為近代做國外地方叫破璃的地方，玻璃破璃是傳到東方來玻璃，所以全世界是講或者玻璃工藝，我去中國的地方講琉璃工藝，我去琉璃，你其他講，哎呦，蠻有價值性。因為我哋胡老師其實過去面臨到重要一種人生的一種轉換，可能未老，做嘛後輩40人歲以後愛做玻璃，搞玻璃呢件事情，有些嘅關係。你就是想當作人家嘅較古早、較落代以前嘅叫做較辛苦一段生命過程。辛苦有冇人講？因為大家對辛苦嘅感覺冇強。冇一樣。其實我做生意嗰下是每一個當健康嘅小孩。我們後來到20幾歲嗰我身體發生一個事故是我洗腎。洗腎以後，頭排時間是冇辦法走了呀。我是洗腎2年以後去做腎臟移植的事情。該係第一次做腎臟移植。成功以後我就想，身體好是好累是簡單生活去保養身體，去做輕鬆的工作。我是冇想到叫年限咧，從半夜以後你就發起來，該是喏，
因为刚好八斤台湾就小朋友生意呢，那在想重新开始要去医院洗肾，然后都洗肾洗了6年，有超过6年的时间，但是当时时间没办法走啊，可惜我都不甘心啊，因为我不甘心，因为想当到立场抱负没办法走，我6年以后开始去做恐龙的事情，去做肾脏移植，体逆败做。第2次肾脏移植成功以前，我在想，我恐龙我思考逻辑，因为刚好40几岁了，我在想，我去做一张挑白洞想做的事情，想开始接触玻璃工艺。这是个替代，因为按样的一个抉择点，开始去谈，去接触到玻璃呢个创作媒介。按你来讲，按你先莫讲琉璃啊玻璃啊，就讲用玻璃来做一种创作的一种媒材开始这件事情。用玻璃做一个媒材，因为我都身体不舒服，刚我绘画嘛，画图嘛。我在想，画图得用多种媒材来做啊。刚刚又画一些水彩啦，或是色铅笔啦，或是蜡笔啦。都我身体好，刚才想，我就请一张某种的东西，某种的东西来做一张素材。我就是看到玻璃，不错，就去做设计，去做绘画。刚开始做平板窑烧，想做绘画的素材。我身体好，刚才在想，我想可以进画室呢。我是写的画室，你动无聊，就做一场工艺，是研究那种玻璃材质来做一种绘画的材料啦、媒材，结果按好高。也是唔拄好拄到玻璃那只媒材啊，因为按好高，这样开始。当中事情出现一只不经意的一只接触点变到讲规身你多了下影响发展两件事情。其实我做玻璃，我想讲发展的东西啊，我其实都1000多一张，按好高又有兴趣，所以做一些创作的东西。刚才我想到，我来做一张模式，或者传承的东西，最主要目的是讲，你有一张从以前生命有点可能快消失，再回来，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你会想很用心去做，那是你想做的，然后就发现玻璃媒材还不错，就很想去把它完成。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创作，在你健康的时候，就会很想去做。我相信因为对一般人来讲，其实某一天会真正面临到吴老师面临的一种生命情状，就讲其实因要听讲，佢到底爱接受一只动态的移植手术，因为其实移植手术当危险，排斥性喺乜嘅發生以後，當問題就天天就出來，然後某一周佢又慢慢的身體就變得越來越弱，你冇辦法長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佢一種腎臟的嗰種移植。有一些像重生日，有一些像圣诞日，肾就肾脏，肾脏这样，就肾脏重新诞生那个逆龄，每两个重新启动人生一张逆龄。从来接触过2次肾脏移植，已经可能对人生观或者价值观冇恐容因为你接触的事情，你接触的事情以后，你会觉得。你又活了一遍，第2次又活了一遍，那种安心院，而且人生有第3次的，因为懂喺度台大医院喺媽生病嘛，我大家喊大洗腎噶，旁邊就跟人來聊天，剛才覺得喺到幸運，那他就盤到洗腎嘞，對方係癌症嘞，也冇辦法生命維持下去，所以。挨到洗肾的日子到换肾的日子，我在想，我是幸运的，我一定是幸运的，因为有太多人比我更不幸运，所以我一定要保持乐观，才可以
面对往后的人生。这是最亲友给他的事情。其实刚刚胡老师有讲到肾脏移植手术的叫做时间点大概时间点，原则上就会牢记以前的神法做一个归零的动作。可是呢，想改变人生归零2拜，然后2拜是第3拜重生。对于胡老师来讲，做一种第3拜人生的重生。那重生以后怎么改呢？好像海家人就来好好来谈胡老师讲，以第3拜的人生重生以后，尽量的去透过玻璃这个媒材来做起自家想要做的创作这件事情。而且下一段时间你也谈胡老师谈这个事情。好像等一下我们下一段的话，我们就从你真正实做的玻璃这一件事情。可是卖窑炉豆腐较快去搞噶，还是有看到一张琉璃珠烧出来的东西啊，我女儿就说：“爸爸，你烧得很丑呢。”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是夜市逛街，因为我朋友烧小玩偶呀，个手给，女儿说：“爸爸买一个给我。”打击，我回家烧给你，怎么烧那么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请到的胡佑生老师，其实是一直跟你谈到讲的生与死的人，所以因为佢经历过安样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用特别轻松的方式来谈一件事情因为听人讲来激发，因为激发就是讲很多事情你现在不去做你未来就不一定会有机会再去完成它。但是当家谈到来激发，不管你有想过嘛，迄个激发不用到唔成行，然后不用到胡佑生老师的身后，你想看来激发有乜嘅无可能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情做得本大家来想一下。当然听你你肯定要胡老师来讲到就讲，因为经历过安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断的在归零重生、归零重生都第3拜的，你听到名到会知玻璃用安好搞那件事情，开始玻璃的这种制作创作，嘛个也好，不管啦就开始搞玻璃的。到底哪样会搞玻璃的呢？刚开始拄到玻璃的，因为我看到一个地方去讲这玻璃体验讲玻璃体验我来玩玩看，是体验我想哟，很好搞，在窑炉用来窑烧。那种做绘画不错，做一个创作绘画，用玻璃来做创作绘画是不错。我想，这种平面有种立体不透明材质也不错。所以可是卖窑炉豆腐较快去搞噶，还是有看到一张琉璃珠，琉璃，一定要买琉璃珠买东西，还是上课。火枪来烧那种，我一烧干，开始烧干，我在想，怎么那么难？就你看到个一张火枪的引喷，火枪玻璃让引转那种。开始好干，怎么那么难？然后开始那就不行，我一定要学起来。客家人又没硬好，而且卖一些工具材料的我卡烧怎可以烧干？烧出来的东西然后他就小朋友嘛，我女儿就讲：“爸爸，你烧得很丑呢。”没懂直接打伤你。而且讲，你得发挥客家人的精神，一定要把它学到某个程度一定要懂厉害，懂厉害。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是夜市逛街，因为我朋友烧小玩偶个手给。女儿讲：“爸爸买一个给我。”打击，我回家烧给你，怎么烧那么丑？就用买 no boy 来给他问题了后来是继续练习回到某个程度女儿讲：“爸爸可以烧一个给我吗？”他是那就进步了很快心。结果
窑烧当入米走噶，就多多火枪，火枪哎呦，怎么越玩越好玩？是开始入迷的火枪，还是开始研究？火枪材料，台湾、欧美、日本给一些工艺，一些工具到火枪，才发现讲，台湾对玻璃工业工具系统、材料系统没有这个东西。老师帮我打断一下，你讲无了只东西，我印象细细时间，你台湾迄玻璃的重要的代工国家呢，知道吗？嘿，安尼就安讲啊，我们是大宗的玻璃的，所以用的无了只东西。因为早期也新竹地区代工嘛，放多种代工的事情，玻璃器皿啊、圣诞灯泡啊、灯泡之类的，从特别就灯泡的机器做的，就一种，或是一些器皿，从代工业没落以后，转移到大陆去，一种代工人工便宜，就发展到最近10几年来发展到创作工艺，就彩色玻璃，这种火枪或是窑烧的一些比较好的材质，给材料系统，台湾没有这个材料系统，而仰赖国外进口，然后给彩色玻璃也两类，给所谓的专业的火枪，仰赖国外进口，所以一般人觉得我要去做这个工业，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它材料取得还有一些工具、一些设备取得会比较难，所以它会变得很冷门。不过老师讲冷门，狄老师没有读给社区大学开一个给玻璃的安样的一种课程，就是搞玻璃的课程，日本他给了学玻璃烧制啊，类似像这样子，所以社区大学会有研究生对我来讲其实无算冷门的，因为它可以有机会学到啊。像你看到某本有一些人用火枪烧琉璃珠啦，或是，但我讲的是专业型的啦，专业的火枪，一些专业的像进口的一些玻璃，很好玻璃，一般要学这种比较专业的琉璃珠的人，他没有办法在社区大学学，因为社区大学没有这个工具的工具系统，他没有这个，因为这个要一个氧气啦、瓦斯啦，有火枪才可以喷发，对，喷发比较高温的火焰才能去烧。所以一开始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推广？一般从学生而已，后来这种东西，所以都老师的工作室，老师才有这个。老师有的工具都可以做那件事情啊。可是郭老师哦，你因为其实啊，一般你啊，除了读给工艺教室礼拜，冇办法做嘅夜市，有时给做的看到安样的一种烧制玻璃或烧制琉璃的过程，因为冇真人看到。而且你你团的节目好，你先录一团 VCR， 来看一下郭老师佢平时读嘅大学礼拜、社区礼拜、韩国嘅工作室礼拜，點樣嘅用加工到呢條專業器具來教給學生嘅去學有關於玻璃燒製的這件事情。而且你先錄一段 VCR。真的没有带笔记本就拍下来。等一下跟你们讲短的，因为它很短，要把它量法。卷腹的时候有2种卷法，哪2种？有哪2种？这样把它加多。因为
就看哪一个方向，稍微压一下就好。哦，好以后就把它绕一边给它烧的，因为你这很长，可能火圈没有办法续上。刚大家看到的 GVC 哈，其实底部的火枪当然免啊释放了这东西哈。不过我来点起来，古老师看我点起来，来看一下，其实你做古老师做一只专门不用蜡烛烛台一种琉璃玻璃的制品。两个东西唔知到底要讲琉璃也好，要讲玻璃也好。不过其实哈，你只器皿哦，伊特别，你一般那样。动迄水引起动到颜色没有？按比较点迄个可能个颜色之外，光源或辐射出去，就抹坤用在室内那就变成一种室内光影的一种橙色的一种感光。其实从那种的做法是用彩色玻璃做窑烧，上去再做一个烤弯。其实还有搞一种最简单的做法，是让玻璃瓶切割变成一个类似吊灯。开始环保玻璃，开始更便宜啊，便宜呢，越更多，因为你发挥客家人的精神，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啊，因为刚刚你看到嘅 VCR 地方好，佢当到嘅火枪那样喷，所以刚刚老师讲到嘅这种火枪，加嘅标准规格就是像你看到 VCR 地方嘅种诶，因为加嘅种有在这个助理组前面喊过以后，你拿着一支动态喷枪出来了，那面这个喷枪做的手玻璃。从你讲专业火枪，它经过瓦斯炉氧气，它高温最多1300度。1300度。因为一般家庭比较不可能买专业火枪，弄一张氧气瓶，那种瓦斯那个烧火枪，我在讲来改造嗰种火枪，大家来搞。欧美现代型火枪，挺贵，但是研究讲，做是台版的呀。台版反正去研究该做一种比较便宜卡式瓦斯。可以干用慢慢喷到1300度，因为玻璃的材质不能都种啊，就硬玻璃、软玻璃，还有多种材质嘛。从国外就分买106啊、104啊，买铅玻璃的多种。我在想，你做一种低温玻璃，以轻一找火头，来做那种工艺。开始该从台北市主题公园，刚就建筑那种的工作坊，开始都该做一张实验性的，是不应该去搞那种的火枪，结果效果还不错啊。60几岁的人，乐龄或者是小学生，9岁的小学生都可以去烧制。我开始发展到现在，我是希望在15分钟就把你教好会烧制竹子，烧15分钟。15分钟啊？对，就是我有个口诀，一个诀窍，15分钟讲完以后，你就会自己操作烧制了。口诀。好，很好玩。刚刚大家谈到口诀就是一种秘密啊，主节目里边公布秘密，就是俺最大的这个亲与亲密的事情啊，不过秘密都要留在这个广告之后。你下一团哦，上来看老师让我去公布下15分钟一个口诀秘密，就用一只老师给发明的一只课题。来学习那样去搞玻璃，而且还有一段时间讲请古老师把你揭开个口头秘密口诀秘密，还有一段上来众多设备、技术、材料，它是死的东西。你一直学它技术，熟练反射动作会了以后，你只会走一招比较精致、比较漂亮的工艺品。我觉得这个的背后会买东西，第一招。美学与设计概念，我觉得这背后的东西是比较难的。基础技术你可以一直练习，好，但是你没有背后的美感跟美学，你做出来的东西永远是一个工艺品，所以就会沦为代工。
刚你大概看到广告嘛，不管有看广告也无看广告，你看啊，等等我公布加胡老师讲的，轻基本的用的去做琉璃珠一只简单的口诀，用糖讲的，唔当老师来示范。安尼现场，安尼有火枪嘛？有，安尼有火枪，来大家看，抓住个火枪。安老师来等等来用火枪的方式来介绍一下，用来做基础的琉璃珠。因此来讲，如果你係琉璃珠的新棒，哦，你係玻璃棒，因此一只口诀，让左手伸出来伸直，哦，练习旋转，前后旋转新棒，哦，你旋转的顺利以后，这个有预热过的玻璃棒，这个火里面烧融，烧融以后，直到新棒放在火的上面，你烧融以玻璃棒放上来，卷3次，1、2、3，3次，它就粘附上去了。对，就一个很小颗的琉璃珠，卷好以后，在火里面把它切断，切断以后，它上面有沾到纹的玻璃材料，在火里面再旋转，给它烧圆，再拿出来，但是不能这样子跟这样子拿，它会变形。一样，水平旋转，旋转好了。好，如果说这个是我们退冷的材料，炙石或是稻草灰，或是许冷石，就把它直接放进去。经过20分钟以后拿出来，珠子拿下来就是一颗琉璃珠了。对，是的。有没有看到？就这么难，就这么简单。当然安尼要好两件事情哦，安尼一定要用当到技术，当到工具，去想办法拿去完成。不过他睇啲讲，可能你在过程中安尼，大家都给想象琉璃珠安样被制作出来的时间，大家其实搞唔清楚。不过其实好100或200可能就快。那觉得係講，種到設備技術材料，它是死的東西。你一直學它技術，熟練反射動作會了以後，你只會做一張比較精緻、比較漂亮的工藝品。我覺得這個的背後還蠻東西，給一張美學與設計概念。我覺得這背後的東西是比較難的，因為基礎技術你可以一直練習，好，但是你沒有背後的美感跟美學。你做出来的东西永远是一个工艺品，所以就会沦为代工。可是又讲到刚刚我们讲到，其实台湾早年其实那些做玻璃啊，用的充有一种代工地哦。那么提讲以前都新做个做难，去附近的当做玻璃工厂。玻璃工厂以前台湾前后一本书一共谈了一件事情呢，存到8家呀9家玻璃工厂做的持续生产玻璃。其实玻璃产业，糖业像走进夕阳产业，没有？早期应该都外商公司、美商公司走产品设计噶，接触过动物材质啊、玻璃、陶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他们会找一些代工手都来新竹找，对，像新竹的玻璃厂，你全部移到大陆去了呀。没办法，因为该便人工便宜啊。很多外商也移出去了，从制作玻璃的代工，那因为大陆的人工便宜，慢慢转到大陆去，所以我们台湾就最近几年渐渐变成比较创作型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有限的，那有限的话要生存会比较困难，所以有很多地方是转成一种是教学类的，或是观光工厂啊，玻璃观光工厂，那是属于那种像垂直型的，有比较大型的垂直的工厂。那我这种是比较小形态的工作室形态，窑烧啦，或者是玻璃烧制啦，灯工工坊，那种形态都欧美地区到日本地区比较多这种形态，他们发展比较早。这种形态，以台湾来讲，最近10年来，陆续有一些工作室在做这种事情。只是有人曾问说，你是要做一个公司吗？或者是说要做什么程度？那我的想法是，其实做这种工作室跟上班差不多嘛。你说收入要多少，其他的，它只是一个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事情。那也可以做得很开心。那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创作，也可以销售、贩卖、展览，就是你可以过你的生活方式啊。
其实那种当然冇嘛问题啊，有的时候其实做一种，想要透过玻璃的一种制造，要创作一条过程，行一条这个想要行的路，因为你其实不免你应开始谈到琉璃也好，玻璃也好，都啲平价日常用品也好，一种其实是一种靠近艺术创作的一种媒介，会不会做的产出一种玻璃琉璃的作品？对于老师来讲，老师这个心头有嘛一张小小的原型嘛？这个原型是对创作的一种萌芽，也开始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属于你自己的小作品？刚开始走噶挑战让讲嘛，我女儿会说好丑。对。那因为挑白走过广告设计，有很多朋友记者讲。你那个做的不错啊，或者做这个做的不错啊，但是已经练到某个阶段了。技术讲要不要来参加展览啦，或者是做一些作品啊？对，刚开始就创作一个动线的螺丝超人。螺丝超人，对，螺丝超人，是琉璃珠加螺丝，把它做成一个超人的形状。也让给看在制作的过程，还能够那怎要讲？碾皮来啊？不是碾的，就是它是直接跟玻璃融合嘛，用融合在一起。那艺术才结合，就稍微有些困难。那我会做那个创作，是因为我想为让艺术才结合，想来讲，让故事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就是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去坚守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的工作，所以把它称为螺丝超人。就做一系列的东西，目前还蛮喜欢的，比较原创性的。谈到一只老师讲到讲螺丝超人，其实那个比较有办法，像有机会，唐也其实有机会少量用手工来量产的一只产品有一种老师有做这种，其实那个产品无想要量产去，想当少量。讲做一件你那量，有那样的作品吗？其实我当的东西没量产，几乎都没有量产，几乎没量产。因为我工作室设定有3个方向，一张也琉璃商品，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展览。展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周边这些是展览用的，那是伪销售，属于创作型的。从琉璃作品、琉璃商品来讲，对对已经设定好，几种商品，所以一直复刻。像买客家童话琉璃珠啊、琉璃手环、客家童话琉璃手环啊之类的，我会一直去复刻，但是每一个还是不太一样，该属于商品类。是我去做。吴老师讲的复刻意思，其实是设过用那种方式，不过还能用手工的方式做出类似的。因为那全手工的过程，因为唐艺人手玻璃的这件事情，你要做到完全一模一样，是不可能，有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大件作品做因为给扭曲的弧度啊，或者是玻璃的成分啊。还那个是个手路的这种温度，可能会产出某个样的作品了。所以我觉得大件作品研究生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今天这个可能有朋友捧我场买这个珠子回去，另外一个朋友说我想做这个，但是我每次都会做不一样啊，我可能配色不一样，造型一点点改变，我会做火枪这件事情创作，它的好玩就是它很即兴，一个即兴变化。为什么要跟之前一样？我不要啊！而且我做一样东西是最难的，量产是最难。我为什么要做一样的东西？我每次都可以玩，我开心去做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它的乐趣在这里啊！因为都在想到一件事情所以讲。因为咱其实谈到当中就讲到底你所制作为玻璃媒介那样一种创作，本身那样将会行到一只艺术作品那件事情。
等于老师你还不是回答，还是跟老师讲的是，好像老师对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种谨慎的一种回答方式。不过你海节吼，就同老师一只，然你客家有关系的一只琉璃一点都桐花咩吼，然后桐花有关系一只琉璃烧制的一只作品开始来谈。都地老师作为了琉璃也系玻璃都地老你客家有嘛关系？你海节来谈胡老师来谈一下给老客家的关系。讲到桐花，又聊到客家，我还要加一个字叫台湾。因为大陆客家人、东南亚客家人提摸桐花鸡吧。所以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台湾客家专属专属。他要用这个材质来说，是因为它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客家文化的一部分嘛。我想说用这个玻璃琉璃材质来做一份这个记录或者纪念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你来老古老师谈到的琉璃的创作的一件事情虽然古老师其实对于琉璃以及他做的东西，还没创作这件事情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谦虚的态度。不过你也看一下，其实除了你个前面有一堆嘿用客家的油桐花一种意象来做一堆像琉璃的窑烧的作品琉璃窑烧。但顺丰其实没有一堆用一种，就像你有谈到讲，有一种个彩色教堂底部的彩色玻璃这种感觉因为从背后叫做透光来呈现光源的一种散发呢。可是你也讲到样一种玻璃琉璃的烧制的过程，很美艺术作品的一件事情好像一定有懂得的空间做来讨论。所以我先来特别下就讲对于老师来讲，你一开始我想要做一只用油桐花用意象去做这个琉璃烧制的。现在遇到一些广播电台的朋友，或是上过广播电台或是其他节目有讲桐花那两个名词，我感触到深的，因为你睇白做生意噶，摸桐花吧，某一讲也是摸桐花鸡讲到桐花，又讲到客家，我还要加一个字叫台湾。因为大陆客家人、东南亚客家人提摸桐花鸡吧。所以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台湾客家专属的。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做设计的人或者说其他人看到桐花就，哎呦，怎么又桐花了？好多好多。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做这个我们所谓玻璃琉璃的材质，还是必须去做这个，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材质来说，是因为它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客家文化的一部分嘛。我想说用这个玻璃琉璃材质来做一份这个记录或者纪念也好，是这个想法。那其实刚刚谈给郭老师讲到这么想要用桐花的意象来做一只琉璃的一种烧制品，其实窑烧品所以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个点说真经当好，所以讲不管大家对桐花记忆的件事情有乜个想法乜看法，不过你冇办法去否认一件事情你做得讲做台湾桐花记的件事情，原则上去慢慢的变成系你客家一种有些像新文化运动吧因为佢都进行中嘛，佢当年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到你就讲你又开始下桐花呢，你又开始来做桐花呢，又开始来挖桐花呢，等等呢。不过我想其实嘿你唔做嘿现在进行式的，当年你大家一做，然后冇讲就台湾其他人有想要做么不过你老客家有关系呢，佢看到你特色的时候，佢會有一個連接可能來做老客家有關係。因為你冇做嘅時候，其實東南亞也好，亞太也好，其實這邊的客家人佢唔會講，同法你客家人冇關係。所以佢用一種文化現在進行是一種概念去看佢，其實台灣正在創造一個新形態的客家文化。所以我想其實用咁樣嘅觀點來想。
头发的件事情，其实头发还有很多事情都要做啦。唔免讲添进去下头发的色水也好，也做头发节目也好，就像老师刚刚做到的，其实用头发来做一只琉璃的陶烧作品，本身就会一种安样的方式。所以至少安尼咧哈，还蛮看到吧。就用有头发来做琉璃呀、玻璃的作品，变成了艺术品，还蛮美。安尼讲哈，觉得没讲老师做没艺术品，而是讲还蛮正经送到一只大家也做那一种艺术的形式，因为透过那只客家的头发产生一只新的艺术作品出来，然后变成古老是一种系列性的艺术作品。还有另外其实给出很多那一条路当不易，给出很多那一只很高规格的一只艺术品。其实有时候老师对他应该有一些想法。其实应该觉得应讲你系咪玻璃艺术家、创作者啊，或是咪，应该平应讲啦。那总当然总的讲，自家讲系艺术家或者乜嘅，因为我自家做一个时期，我一段时在持续进行在做我的创作。也许我还没到达那个程度，也许一些小作品可以，我不知道，但是我尽量去做这个玻璃跟琉璃的工艺品，或者是所谓的创作品。那会不会到达它层次更高，或者说变成艺术品？我就是努力去追求啊。这就是说，也许是客家的一些概念、元素或者一些精神，我可以去创作，或者是其他一些台湾上的一些方式，一些我们感受的生活，可以去创作。只是说，我也还在一直在努力学习。其实老师懂学习啦，因为你来想讲嘅，比如文化这个词吼，其实应该是古罗马时期嘅一个哲学家西塞罗佢用一种拉丁语的方式去表示一个词源。那词源佢本身是一只灵魂培养。所以其实当抽象，全部都当抽象。不过说就会因为佢当抽象，所以佢才会慢慢的有办法进入到他层面尼一种情感层次里边去本你去解读美。我想其实文化作为一种安样的过程，慢慢的培养出嘛个，培养出可能是一部分族群的人，佢有一种灵魂做的共鸣。不过其实就会想讲阮老师讲。因为刚才你讲到当多客家奈得就有客家无所不在，哎呦，对吧？你还讲你自家讲自家的哈，给老师娘一想，就艺术呀、创作呀，做给玻璃呀、还有琉璃一种烧制的过程里边，你让去想象一个客家无所不在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客家无所不在，其实给他精神你讲挑战讲蓝染、或是染、或是同花，到最后面可以变得可能变得叫符号嘛，是真是有限。然后跟有关的符号。有同花客家人都台湾讲同花客家人可能就变成这种形态。或是给精神来讲，你客家人在这个台湾的生长过程，这种勤奋，挑战讲这种打表。动荡行，总算是星期四一天来走出来。而且客家精神很多了回，因为你要挑白的东西、符号、元素或者其他材质拿出来做，回去旁边人讲，你做得到吗？即使你做唔到，基本上讲，我做得到。那就当啱好嘅。对，我知道对。最原始的客家精神係啦，就真根本的啦。正經做太搞話唔講做唔到做硬做咩做本款啊？就確實有安樣嘅性格做嘅嘢。因為這種自家咩好弟弟咩好講有開給長輩咩好，就正經有些咧，沒講誰來聽你，誰沒困擾。有些個其實他冇像你按外表顯露出來聽你去冇，佢大部分是佢很內斂，不過佢沒困擾安樣點點嘅做，點點嘅做。做得不就你就冇辦法講佢冇做到，佢就做到半款了，佢就專做到半款。所以其實真多剛剛老師講到嘅種符號你講客家，其實我即刻沒想到前北嘅我去參加嘅法蘭克福嘅個國際書展，其實叫做老一紮嘅符號有當近嘅關係啦，替代於按權力嘅關係。
所以因为我是客家籍的一个写作者呢，吼，所以去参加去法兰克福的一个国际书展的时间，在个国际书展的一个现场，给这种当头花布的这种概念，变成给台湾馆的一种设计风格，因为佢就用就我喺客家人的一件事情，有老的一件事情做一个连接，所以腾腾给他提出来的符号，当直接。做一只客家的一种符号，其實嗰時我都嘅法蘭克福嘅書展地方嘅時嘅，就看到當到外國人來看，看到安尼嘅花布，佢做咧當有亞洲風格、特色風格，然後一看又台灣，做啲個咧係可能老台灣嘅某一種族群嘅文化有關係一種圖騰，冇佢冇拿來做一種代表台灣館嘅一種設計風格，所以嗰個符號嘅連接對我來講係。近期來講，對於客家呢件事情，親直接咩親夾嘅一擺連接，就天天就看到一家從細看到嘅一種花布符號，做嘅一個國際嘅書展地方嚟呈現。其實我們想講，希望有機會都係看到古老師有嘅琉璃嘅作品。在用客家某一種特殊的元素以後，用古老師創作的作品搬上國際舞台。我想你係大家觀眾朋友，你慢慢的來等待了期待的事情。特別係老師有第三個人生，第三個人生。我想各位謝謝經歷過當多風浪的古老師來到你現場，拿你來講，一個琉璃創作的一個過程。其實咩同感通咩希望老師未來有當長的時間，做着持續做琉璃呢件事情上面發揮兩個創作。你大家來慢慢的期待古老師的下一代的作品出來。謝謝。等慢慢老師來做兩個。謝謝。因為你是得用玻璃來做人，咁你會做出兩版的人來了。古有生係一隻玻璃人，佢碰日老安比亞老平常人有乜嘅冇困用，都冇困用，因為古有生係一隻用火做出來嘅玻璃藝術家，佢未用玻璃做出嘅一家，不過佢咩按簡單做俾人打爛佢嘅玻璃人，佢嘅人生當硬頸，當硬學。就算面臨幾下擺生離死的危險，佢全部做得硬撐行過來。因為呢玻璃人的身體雖然當容易碎脫，不過佢嘅心，只有火就做得這個一擺融合。